大家平安，咱即马是2024年5月初四，暗时10点，是咱第128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如果是逐个月头一回，咱台湾文学欣赏会。我是今日的主持人润呢。今日咱真欢喜邀请到 THK 陈宪君，毋知大家敢有伫网络顶看过伊画真侪红仔图，真侪是针对咱台湾的政治中华民国的市民咧考试。今仔日宪君会来甲咱介绍伊的红仔图。因为已经退出工务，退出面册真侪冬，对有一寡人嘛，若毋知无要紧，你今仔日拄好有即个福气，拄好当着会当来听宪君来讲。因为宪君即几冬，伊较早画红仔图画较侪嘛，伊即几冬有专心咧经营 YouTube channel，就是做诚侪知识专业的物件，嘛有，就是因为伊爱画图嘛有甲因囝做伙合作去做一个动画，大家来看。对，我简单开始看进前，咱简单我读一下伊家己写的小解吼。THK 工程师小可会晓画红仔图，住学家庭的老爸，无咧看电视嘛，无咧用面册，介册人学了因囝甲我讲台湾话。好，咱就先来看宪君甲因囝做伙做的即出5分钟的录诗。我是阿财，人才的才，毋是大财的财。这是阮阿公甲阿嬷，因逐工拢咧顾花、顾草兼顾我。这是阮老爸甲老母，因逐工拢咧无闲趁钱，无阮会枵死。逐工早起，阮老母拢着甲面装甲水水，才去食头路。伊讲安尼才有礼貌。捌听大人咧讲，囡仔人爱有礼貌。我着摕阮老母的胭脂，甲家己画哦较有礼貌咧。想袂到伊煞掠讲弹上去，见若阮老母起性地，阮老爸就惊甲讲无话。阿嬷直直念阿弥陀佛，阿公颠倒是笑甲掠袂牢。逐暗因头路食煞，转来到厝，规身人拢虚咧咧，强要翘起的形。我伫药头路即落物件介歹食的款，后摆大人若叫我食饭，我着紧食，毋好搁踮遐咧顾死啥。阮老爸听我讲无要食头路，连边讲毋好安尼无志气。伊讲咱人着拍拼做一支有路用的螺丝，通互社会即台大机器会振动，利益众人。阿公讲，恁老爸是一支螺丝，斗着恁老母，才生你即个落来。阿嬷笑甲面仔红记记，讲阿公无正经，讲甲迄假歹囡仔大细。我听无阿公咧讲啥，毋过看阿嬷笑甲遐欢喜，我嘛跟咧直直笑。我4岁阮老爸送我去读幼稚园，讲是要去学规矩，大汉才通做一支对社会有贡献的好老师。阿公捌甲我讲，去幼稚园交朋友，若欠老师，工场会做，学校毋是做老师的所在。阿公在怨叹，拼规世人，才买一支螺丝。阿嬷讲，子孙有因家己的福气，免当甲操烦。阿公过身甲伊钉伫壁的，
是一支螺丝。我问大人，过身是啥？因讲过身，就是去做先仔。嘛有人讲，阿公搁去出世啊啦。毋知阿公出世伫佗，伊敢会搁来出世做我诶阿公？我5岁，我即马是哥哥啊。我6岁，逐个拢学了我敖读册、捌规矩。讲到规矩，我着想起阿公哪像捌甲我讲过啥。亲戚朋友拢甲阮学了，讲因足心善阮兜，有福气，搁出好子孙。阮爸父甲阿公做伙翕即张相，我不时伫想，阿公哪像捌甲我讲过啥。阿公跟我说的话，我记不得了。好，好，安尼咱就是今仔日用即支影片来开场。后来咱就要甲时间交互宪君。今日邀请宪君，今头前阁有逐个无听到的，宪君就是要来甲逐个介绍翁仔肚。今日就是时间就交互伊啊。好，等者后壁 Q&A， 大家若对头拄录视的影片有啥物要问的，拢会当搁讨论吼。迄块影片上早迄阵就是，因为我拢一直咧即几冬一直咧有囡仔一直咧反省足侪政治甲教育甲种种的代志，就前几冬就画遐个图。本来我是想要出迄种画本啦，到我想讲就该去找迄落啥物出版社啥废弃，就规去家己家翕的，用迄个影片，请阮囝做内底迄个阿仔，安尼用囡仔角度去配音安尼吼。好，我先share我的画面互大家。有看到啦吼？有。好，安尼，我本身工程师，所以今仔日有两件代志要甲大家先歹势。第一项就是，事实上文学也是翁仔肚艺术上物件，我毋是职业的就对，我是画佚佗的啦吼，画趣味的。再来就是今仔日的内容内底足侪我应该画的图，也是我用的迄个内容足侪中文伫内底吼，大家小动一下。我只有是讲我捌出过一本政治翁仔册，等者嘛小我互大家看一下。迄阵我就是足趣味是，迄阵我咧画的时阵，毋捌想过即件代志。毋过头就是我拄熟悉一阵好朋友吼，就论定因遮的大概小吐啦。吐出来发觉着讲奇怪，我台湾人咧讲台湾话，话开遐济时间，遐济档的时间，咧批评政治，结果内底巧的出一本册，出版社来叫我出一本册，竟然无去想着讲我应该爱用台湾话去出一本册，敢若册皮有一句话是伫迄条建国的路吼，敢若迄句是台湾话尔，剩下内底规拢中文。所以我就是咧想讲，当然工课无用啦，我敢若工课芳也是休困的时阵会当去画一寡图。今仔日上尾一段，我会去介绍迄连环的翁仔肚。会讲一寡我家己一直拢想要做的代志，就是我上尾一句讲，我望我会当画一寡用台湾人的立场吼，用台湾话去画遮物件，互台湾人看。讲到白话字，我家己是迄阵大学拄好有一个机缘去看到一个通识课叫台语研究，迄阵我就想讲，台语我自细汉讲我大汉足熟的，即种物件个通识课应该是足营养的啦吼，应该足简单的，足好听的。就去上看觅。迄阵毋知影讲，原来伊个内底的内容就是咧教白话字。所以迄阵较知影讲有即种物件。开课的是一个姓施的老师，即摆应该退休啊啦，应该是无伫省台啊。迄是外文系的通识课。
迄阵去修即个课，我才知影讲，吼，原来台湾话会当讲，嘛会当写。迄阵我就足欢喜诶，就去学即个物件。迄阵是阮诶即个课本啊，吼，大家看一下，内底内容安尼。才互我错一下吼，就是我画图即件代志应该是生成诶啦，是我细汉就足爱画，伫囡仔屯内底嘛算足够画。这是我高三迄当联考了，拄迄个暑假应用，就开始。迄阵我就是有初中有参学校诶，迄阵阮学校有迄个参加高雄市诶比赛，就是有迄种美术队校队去参加，我是其中一个。迄阵就是画即种鉛笔诶图就对啊。迄阵就是当少年家嘛，就是干那画查某囡仔安尼，就是找迄一本诶杂志安尼咧画。当然嘛有一寡正经诶啦吼，像这是阮阿公甲阮阿嬷。大家头拄人看露西内底迄个阿公，我是用我对阮阿公诶印象就是散散啊，无啥咧讲话安尼。因为迄阵阮阿嬷是我出世之前就无去啊，所以我对伊完全无印象。阮阿公是家己一人住南边庄骹，过年靠来阮兜大人共安尼，所以我对伊印象嘛浅安尼。我国校2年伊就有70几岁就转去即张相是迄阵我就头拄画遐个相嘛，阮兜诶人看着讲。安尼你敢会当甲阿公甲阿嬷画做伙？因为因翁仔某那算无做伙翕个相，我就摕2个相片，迄种迄世界电话迄种诶，就画伫甲画做伙吼。所以即张算我若人生诶作品内底，上价值应该是其中一张。头时互大家看讲，我就是足爱画图，嘛算会晓画图啦吼，应该是会当安尼讲。即张是2003年这20几当前。这时阵我搁伫成大咧读册，迄阵这是我第一张政治诶翁仔图，有伫网络打出来互人看。迄阵拄阿扁做总统连出来要选安尼。这若在座诶前辈可能有人知影即个网站，迄阵是阿扁总统北江溪事件了，迄个即个网站诶。站长叫罗咧，伊迄阵就创即个甲媒体对抗，伊迄阵有意识着讲，台湾诶媒体拢是中国拍诶，对台湾人诶势力、政治势力，因就是用探镜咧看安尼就对。迄阵我有伫即个，因为迄个读册囡仔就规工读册了就应用啦吼，就伫网站顶悬参人咧对战啦吼，是安怎？迄阵我就开始发布我诶翁仔图，大家就有去注意到。即本册后来迄个。网站有出一本册，内底插图就是我画安尼。过来就是跳到迄阵，我出社会食头路时阵，已经是马英九做总统啊。迄阵我就是有算有一点嘛袂当讲甲失志啦，就是有啥物讲我就出社会个中国国民党个执政就感觉无啥物趣味就想无我家己就莫个插政治去拼经济。迄阵拄318代志发生，大家当看即个日期是3月21号，就是3天后。我迄阵咧想讲，因为看遐少年安尼咧拼，就想讲安尼，我可能嘛是会当做一寡啥物代志。我就想讲我会晓画图，我足久无画图诶我就开始画政治翁仔图。迄阵即张一打出来，其实伫咧进前我就开始拢有咧画啦。即张打出来就是去互人注意到。大家开始伫面册顶悬一直打。我从迄阵面册迄个袂重要迄个分page，从对原底敢若几十个亲戚朋友熟悉的人甲我赐赞，隔工尔就开始跳几百个，过来几千个，就迄一2礼拜就开始一直足紧的。就是安尼尾较会出版社去有一个独立出版社，因就迄5花园伊来找我，讲要出一本政治翁仔册安尼，所以就是倒手评一本伫迄条建国的路这阮朋友拢笑讲这黑历史啦，就是规本拢中文的啦吼，敢若册背迄句是台湾话，迄句台湾话又阁是中华民国教育部的万能的拼音吼，这是我一个人的记录安尼。迄段时间嘛是因为安尼，就有一寡人会来请我到帮因画一寡物件，有的是算交朋友啦，无收钱，有的是真正人算一个 case 互我，像正平的较这就是人出一本迄种。政治哲学的迄种翻译的册，因迄阵就寄迄个
翻译本互我看，啊看了请我画几张册皮的图片去建安尼精神安尼，这算迄阵一款物件。啊，佫有迄阵基进党嘛是，因迄阵上早那时还未成立政党进前，因就参我有接触啊，就是有哪帮我办一寡高雄总部啊，伫台南的迄个一寡地点，因拢有帮我办一寡迄个算交我一寡原稿摕去做展览就对啦。啊，倒边下骹是迄阵阮啊网络熟识的一个朋友孙普如，伊伫宜兰，啊，迄阵就是独立参选的一个阮啊做有心的人就对。啊，迄阵我就帮伊画图，互伊去做宣传安尼。啊，正边下骹嘛是迄阵因就是阮基进参台联迄阵，因吼就叫我帮因画张图，安尼。啊，虽然讲逐个政治立场尾仔行有一寡无完全共款的所在，毋过我那是足感谢因互我即个机会啦吼，啊，伫遮甲大家介绍一下安尼。啊，这是佫尾啊，佫有一档我已经开始讨论讲，我已经是要退出工务啊，无啥咧管啊。毋过佫有人倒来找我讲，迄阵伫台南办迄个台南用的纪念活动，啊，因迄阵有演唱会，啊，其中有一段就是邀请我去讲我创作的政治的红仔图，啊，伫遐有哪办一个现场的展览安尼。啊，即张图吼，我迄阵回想起来其实足感慨，但我可能毋甲你讲着。台南用迄阵是主张台湾独立，毋过到迄阵因咧办活动的时阵，已经变成敢若讲言论自由，无人咧讲台湾独立。所以这我个人咧看，我是感觉嘛袂当讲无彩，我真找无迄个形容词，就是这算一种软性的语言，甲原底应该是重点的物件抹无去安尼吼。所以你会当看到倒边下骹迄张我坐伫遐伊后壁。迄个扛棒一定还写的就是因主张的是言论自由，规个活动你就感觉无啥物政治性，无讲到独立建国，拢无即个物件。啊，伫2017年9月份，即张就是我上尾啊第一面册，因为其实我对面册本地就做有意见，还有种种原因啦吼。我想发落画即张讲，迄面册的面我愈看愈册啊，啊，所以迄阵我就是要甲大家讲，安尼我要离开即个平台啊，啊。做歹迄阵，我迄个 fan page 迄阵4万几个赞，我就直接甲汰掉。啊，所以你后来要去遐找就找无我物件。迄是面册部分。啊，这是头拄仔有哪一开始介绍时候讲着我网络台即个 YouTube 即个部分，我事实上足想要做，毋过工课因为做无用，所以拢干来当久久啊做一地，久久啊做一地。啊，大家若有用，会当去看嘛，就是内底有。足侪是迄种数学也是物理的物件，吼。啊，我迄阵就想就是讲，因为我过去嘛捌教过高中、甲初中的迄种自然科的补习班啊，捌教过一段时间。啊，种物件我想讲，我想要，因为阮囝自学，啊自学，我嘛有咧想讲，咱台湾的囡仔，你要安怎用咱台湾话去理解即个世界？啊，咱只要送入去体制内，也是咱住伫中华民国，你成长的过程，你毋管安怎，你就是干会当用中国话去吸收即个知识。啊，我是一直咧思考一件代志，啊，所以阵就想讲家己来舞一寡，我嘛想要家己做看卖吼，看会当做到什么程度，啊，先煞互有缘的朋友看到会当去看一寡刺激啦吼，大家讲哦，原来会当做一种代志啦，因为足侪人拢袂去想讲。台湾话是一种语言，啊是咱的语言，无应该讲伊袂当做别种语言嘛会当做的代志。啊，这种会当着翻译的问题，啊翻译的问题你嘛会当着文化甲民族的主体性，你去思考这个物件，种种的吼。啊，头拄迄个网络台上早是因为2016年，我迄阵有足侪朋友伫面册咧讲白话字因学无。啊，我个人的经验是，你会晓讲台湾话的人学白话字足紧的，应该是1个月内，你会当开始读、开始写、读着。啊，所以迄阵我就是想讲，啊，无我用 YouTube， 我就家己足简单的用一个，伊就录一寡解说的内容，啊，互朋友去看安尼。啊，遐个物件，即摆我那个伫迄个网络台内底啦，我弄迄画质较歹一点，因为我迄阵无啥物设备，啊嘛无啥物经验，啊就。直接安尼录起来，啊，所以我的网络台是对迄阵开始的。
这个头讲的老师，这遐的原歌我画图，我算较老派。我毋管画彩色还是黑白红仔图，我全部拢是真正用原稿纸、用图纸用画笔去画，我毋是用电脑去画，画袂惯势。所以是迄阵我画放伫涂骹翕相的吼。我的作品虽然我即马面册无去啊，无去做侪档的啊，毋过伫迄个 blog 顶悬，我哪找有就是顶悬即个红仔图blogspot.com 即个网链页面嘛都有。毋过我共款，因为我已经足久无画图，上尾一张是逐个正看到画面顶悬，迄是工前10月初10，10月份你伫路顶来看一堆中华民国国旗吼，做插目的，迄阵看甲足艰苦，我就画一张图，讲看甲目睭拢中要青眉安尼啦吼。即个画面，我想要甲大家报告是讲，顶悬去做侪中文的物件。我迄阵有豆豆咧开始换，我就想讲，我做一个台湾人，我想要创作台湾的图，我无想要搁放一堆中文的物件伫顶悬，所以我有一寡物件，迄阵改一半，就放的就无改。大家若去你看，会当看到我过去即个 blog 对2009到旧年到前年，就是用即几档，就是出册几档是画上济。搁较头前几档我拢无甲抬掉。我其实伫顶阵一寡观念还袂转过来，我嘛有画过迄种做阿萨布鲁的物件，顶悬拢看会到。伫遮就莫费大个时间。即个 tag 嘛是，你会当看大部分拢是迄阵拢是用中文思考，所以我即个 tag 内底全部差不多清一色拢是中文，敢若尾啊有一寡白话字，还是台语文的物件伫内底。这算一寡我家己个人创作的历史啦吼。我画图内底说来要甲大家足紧，互大家看一寡我迄阵画过一寡图。我除了政治以外，佫一寡日常生活，也是我感觉有趣味的物件，是我想要讲互人。我画口写字地的红仔图，我的标准是，我家己若感觉想讲的是，我想要互看到的人，会一边笑一边调。像倒边即幅就是咧讲，大家拢爱听长辈的话，即件代志，所以即个囡仔讲伊要改名改做长辈，安尼大家拢爱听伊吼。正边即幅图，我记迄阵我抬头叫做靠背，因为就是我想要讲足侪即个社会，毋管对查甫查某拢有一迄种毋是足健康的旧观念啦吼。其实迄种你若认真去思考，迄种其实拢无必要，也是应该爱较改度的。所以就是咧讲，即个囡仔走去甲人讲你迄个查甫囡仔吼，你大人查甫人毋好安尼学，歹看。我嘛画一寡咱世代中间上倒边即个，大家做爸母的拢想要拍拼，互囡仔过好的生活。毋过你可以定定听着大家咧踮遐咧怨叹，还是批评讲，即摆囡仔佫过伤爽。我讲你到底是要囡仔过了爽，还是过了无爽吼？正边即个加角咧补问即个啊，即幅图嘛做意思就是，迄阵我自认为对迄种人权的物件，像咧，迄阵阮即阵有一种。有一个讲一个笑叫做什么知识青年啦，进步青年。迄阵就是家己有点小可能敢有点臭屁讲，我已经觉醒啊，我观念足好个安尼，我要来批评迄无好个观念。迄阵我画即幅图是咧讲，你看迄只加角个大水本咧讲是安怎，我袂当替阮某补2年，边仔两只家某咧甲笑。随着有网友伫下骹甲我留言甲我吐，其实吐了足有道理个，伊讲迄个替阮某做代志，即个替阮某，就已经点出你即个人的观念有问题。我的课程啥就是，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互相闹开求进步。我相信即句我讲做智慧嘛，做用就是讲，人若甲我骂，也是甲我批评，我会去想讲有道理也无道理。若无道理就管他伊啦吼。若有道理，我就开始去调整我家己的一寡观念安尼。我想想有理啊，我。补两就补两，迄毋是替阮某做诶代志。那像洗碗是，我着洗碗着我是厝内一份子，我就是去洗碗，我就是去煮饭，迄毋是替阮某做，因为迄毋是阮某本地应该做诶代志。所以我着甲迄个替阮某划掉，安尼，即幅图诶由来是安尼。我今仔日有2个议题，可能会互一寡
朋友看了毋是硬硬的方式介爽快，一个是死刑，一个是我会拄着一寡传统独派的宣讲吼，等者看到。即张图我一方面要讲死刑，一方面嘛咧批评教育的问题，就是讲，我迄阵的结论是讲，即幅图出来时阵，迄阵我印象是本地足侪足爱看我的图的人，当然迄种是网络顶悬的事实上无熟悉，因对即张图足感冒的，因为感觉我安尼哪像去批评了毋对。迄阵我干那一个观念就是，你若毋敢伫囡仔面头前直接讲出来话。迄句话，迄个观念就是有问题。啊，若迄个观念是正确的，你应该会当伫囡仔面头前直接讲出来。啊，伊即幅图，迄阵我咧批评就是讲，大家咧讲迄个歹人死好，哦，应该碎尸万段，应该互死甲歹看的。即种话你若对一个细汉囡仔喙讲出来，感觉足恐怖。毋过，咱平常时大人咧讲的，感觉这是足正义的代志。这内底是一个足大的。价值观的冲突，我迄阵是咧讲即个代志。啊，当然嘛有画足侪台湾话台语的题吼，像倒手边就是即120档，大家拢烧钱要做台湾人，啊，大家拢讲伊的话就是台湾话。啊，所以像我即摆咧讲的即个话，若讲我即个话叫台湾话，足侪其他的语言语族的人会跳起来讲，我伫台湾，所以我的话嘛是台湾话。啊，当然这是。即个议题咱拖足久，咱今日无要直接讨论。所以我倒边即幅图是咧讲，顶悬迄个就是咧讲迄个现象。毋过下骹你也讲到，台湾上界粗的，骂人教人上界教出来，上界互你有，上界有迄个开口的，大家又讲迄个是台语。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咧点出一寡我认为有冲突的社会观念就对啦。啊，正边即幅是我个人，阮某带囡仔出去定定当着的，就是阮讲这叫做滑头病啦，就是人若看到阮的囡仔，阮甲阮囝安尼足自然用台湾话咧讲话，足侪人拢会感觉足 surprise， 因为 surprise 是正常，因为即个社会大部分的人，莫讲大人，莫讲囡仔，连大人都只讲台湾话，所以因会开始学了讲哦，你了。弟弟，你足够讲台语的，啊，介好笑的是，伊对我，伊会甲我讲台湾话，对阮囝，因足侪人来跳转去用中国话参讲，阮讲这叫做滑头病，滑头对囡仔还是对古水的物件来讲中文吼。啊，我头拄仔自我介绍内底有一句讲，我介册人。学了阮囝甲我讲台湾话，我甲大家可能有人毋知影这是啥物意思。我拢安尼讲，你若学了日本人的囡仔讲伊日语讲甲足好，人一定感觉你是痟的，因为迄是理所当然的。伊本地伊是日本人，伊自细出世就听日本话，讲日本话，读日本册，写日本字，迄是正常的。所以，若有人学了阮囝台湾话讲甲足好，意思就是阮囝毋是台湾人。我的观念是安尼吼，所以我讲，莫凊彩学了人的囡仔台湾话讲甲足，因为即件代志真正足奇怪。啊，我嘛有一寡家己感觉笑亏的物件吼，像这就是会晓讲台湾话的人较我都去理解，像倒边顶悬是消防队的消防车吼，啊下骹是车恁消防的消防车，迄就是算迄个变调啦。啊，正平时观光甲观光客，我迄阵嘛捌画过即种物件。算轻松的物件，啊，佫一部分是我会去画迄种国家机器的翻力，足大的危险性。啊，即种应该迄阵嘛是为着318相关的物件去画，吼。啊，咱剩的出版社甲做成海报的，讲我袂使记啊。我嘛画像即种物件，咱像人迄种插图的迄种的啦吼。啊，过来即几张是参死相关的，迄阵我因为个人的思想的过程去接触到死刑的议题，啊，我个人当然是感觉死刑毋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啊，当然足侪人这个议题若讲出来，伫台湾这个社会是足敏感的啦吼，可能比迄个台湾独立佫较敏感。我敢安尼讲，啊，这样道理话讲，大家拢会
无相信司法。你去问去做民调，就是大部分人拢感觉啊，司法迄法官啥话拢胡萝卜者。毋过只要伊判死刑，大家感觉即个死刑是对的，是正义的吼。这嘛是有一个足大的冲突点伫内底。啊，即张嘛是咧话讲，大家感觉有死刑，社会较会安全。咱我就是讲死刑这物件是国家当合法扼杀一个人的性命的一种手段。啊，所以伫我观念内底，死刑是若像一只虎，你无法度控制伊，爱当时要咬着你，你毋知影。啊，我个人上，我感觉我若甲家己拍分数，我上爱是像即种拢毋免写字、毋免有代数的画面，就是人一看，会感受到我要表达的意思。大家有死刑的国家还是社会，就是大家人的，毋过拢迄个锁啊绑掉的。啊，当时你要互扣起来，你毋知影吼。啊，你讲你真正是有犯罪人去互扣起来，迄无一定，迄无的确是安尼。啊，这嘛是迄阵法务部迄阵马英九任内，毋知对一个法务部长连续单点哪几个款。用说，嘿，对。啊，阵我迄阵就画一张啦，嘿，我搁超工大陆庆字甲写恭祝国泰民安啊，啊，智慧就是台湾的安尼。啊，这张是迄阵反死联盟，因迄阵算有熟悉，因为我就是拢画一寡反对死刑的画图。啊，因迄阵从我嘛一寡接触，啊，这张是迄阵帮因毋知影啥物活动画的，吼。啊，就是迄个大头帽，就是迄个 trigger 啦。啊，迄个犯人的自卑甲政治定定拢是有问题，毋过嘛是会倒落，吼，啊，咧死刑的这边安尼。啊，我嘛会考试足侪政治人物，这是一定的。为政治人啊，都无考试政治人物，安尼怪怪吼。即张迄阵吴国昌啊，迄阵伊咧考试马英九，啊，毋过随上后来咱像有较侪人知影，迄阵头啊，迄几档我咧画时阵，足侪人足爱笑马英九戆。啊，毋过我拢讲毋对，马英九足巧，而且伊完全知伊咧创啥物代志。伊毋啊，逐个拢甲当做戆呆咧笑。啊，我拢讲。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因为伊咧做的代志是迄种一个中华民国总统本地就会做的代志，而且伊的观念足正确的，迄是足侪台湾大部分，尤其是咱若较简单讲独派的人吼，拢会有做人无想要承认中华民国体制的迄个现实的问题。虽然讲我是台湾，我毋是中国，安尼代志就结束，啊，毋过安尼足侪矛盾甲冲突伫内底，啊，所以即个讲啥物台湾甲中国毋是国甲国的关系，这实际上咱若了解甲一个程度，就知影伊讲的这句话是正确的，敢若是足侪台湾社会人无想要承认即件代志。啊，姓郭的即个我印象嘛是就是上倒边2014年迄阵，我就已经感觉这人毋对啊，就是伊开始咧插政治时阵，我看伊的一寡讲的话。我讲这人价值观有问题。啊，毋过迄阵足侪独派的朋友嘛是感觉讲，我只要画批评伊的图，就有人会甲我讲，你毋好安尼，你安尼就是咱要拼国民党，要拼互倒，啊有一个人出来，啊你搁要甲批评甲无一地好，安尼水清无鱼就对啦。啊，想讲袂当，即个人足危险的。啊尾仔我离开面体了，听讲就是有较侪人。有去理解到即两个种问题。啊，正手边下骹迄张图，我印象最深的是迄阵，伊就是2016年嘛。马英九迄阵定定拢出来咧运动，电风看，所以人讲伊就是咧做戏，互大家看。毋过高文铁迄阵一日南北安尼骑脚踏车安尼走，迄阵伊影像暗时啊到南部倒位，规个我看新闻画面，规个拢人咧甲欢迎，我就感觉足恐怖的。讲共款遮的人，因可能会批评马英九的迄个行为，啊，毋过换做迄个高文铁，因逐个会感觉即个阿伯足厉害，吼，应该支持伊。迄阵我就看到群众的迄种对政治的迄种，要来讲，迄种无理性，我感觉真恐怖，迄种话会开张图。啊，搁有，我嘛是到足后来较知影讲。种过去理解的政治人物的思想，甲政党的思想，事实上毋是我原底想的遐简单吼。
我一张图顶悬画即两句话，拢毋是我甲因听起来，是因家己有讲出来，所以迄阵我都画一张图。包括蔡英文迄阵，迄个中华民国国庆，迄阵嘛是，虽然我迄阵无要批评伊啦，毋过迄阵我就伫面前看着正面写起来，就我讲，因民进党已经做甲毋是已经，就是我知影做朋友选投票，民进党是为着要党，卖一直对中国迄边挖背，要去争取咱独立也是建国的即个时间甲空间。毋过民进党就是愈来愈明显，就是因敢若想要做中华民国执政党，因无想要替台湾的独立建国去做啥物佮较济代志吼。因就是要互伊中华民国在地化就对啦，要合理化安尼，所以我迄阵就画一张图。即张图有两个意思。后壁大迄个背景，迄阵我咧想的是，你敢会到时迄个到时参后边共款迄种关伫家到内底，迄个大十字，就做像咱迄共关的迄个气条安尼就对。伊目睭顶悬即个相识，就是那所以人的小丑安尼画面画安尼，我感觉讲，你安尼，恁民进党安尼真正是欺负台湾人所忝啊，所以我迄阵就画一张图。即个是马英九迄阵要落任的时阵，足侪独派的人就开始咧伫网络呛声讲，等伊落任就要像伊甲阿扁安尼，要甲关甲互闪着。我迄阵就讲无可能哦，因为中华民国是中国人的，伊是中国人，中华民国中国人的总统，你无可能当着伊。是尾真正伊就是完全无伊的代志吼，你拢无法度当着一支骹毛，参阿扁的迄落完全无共款，所以迄阵我就画一张图。即迄阵我是咧，嘛算一种自我反省啦，是咱大部分的人其实拢读中国册大汉的，读内底调中华民国迄个意识足重的，所以迄阵我就讲，规个台湾社会是已经国民党化完成啊，所以我迄阵画一张图，大家头壳拢插一个迄个青天白日的迄个物件伫内底安尼。这是咧趣味，就是靠说迄个足侪台湾人对中华台北，就是大概有运动。你甲叫中华台北，可能有人无啥爱，毋过你若讲中华队，大家拢足欢喜。你若讲中华台湾，嘛佫足侪人总无欢喜。你感觉小互精神分裂吼，拢是共款的物件吼，就是中华迄个头有问题。倒手边是迄阵。即我嘛感慨足深的，就是咱真侪人拢是感觉讲，只要是国民党执政，你感觉台湾乌有去啊，迄个台湾无救啊。若民进党执政，迄支手人换做民进党迄个掠迄条牛蛇吼，更你的牛片，更牛片的迄个物件无变，拢是中华民国。毋过若换人换，大家心情就完全无共款，甚至是只要民进党执政，大家当下班啊吼，安尼台湾已经出头天啊，毋免阁做啥物代志啊！所以从我画一张图。正边是我家己做爱一张图。迄阵那是4月初6，就是4月初7迄个陈南榕的纪念日，前一天我画。迄阵我就感慨足深的，就是因为我会感慨足深，是我后来318了，迄2-3天我一直咧看318起来遐少年人、遐政治人物因诶讲诶话、做诶代志，就是陈南榕迄阵讲。伊主张台湾独立，结果尾仔即个人摕陈南榕即个新主牌出来咧，替家己拍知名度诶人，颠倒拢咧讲台湾人已经独立啊，毋免去讲迄个代志啊吼。即个是咧讲党旗甲国旗诶迄件代志，就是倒边迄个是安尼，你若打迄个青天白日诶旗，无人要插伊，因为国民党迄阵做落水啊，迄几冬大部分的大众，尤其少年人对因印象足歹。毋过你若中华民国国旗出来，大家又感觉这就是家己的国家吼，大家就作兴的安尼。正边是迄阵我搁伫面试时阵，迄阵我熟悉几个画翁仔图的网友，其中一个有介有名是某某嘎嘎，迄种甲借两个角色来画一幅。即我迄阵是敢若是要讲，国际社会足侪人对咱足好。毋过因刻出来旗仔就是迄个台湾 No.1， 就是迄个中华民国国旗，就是足丑目啦。毋过即件代志我一定毋知影要互较济国际的
一般民众了解一件代志，因拢感觉讲，因为恁是一个国家啊，吼，啊，这个是恁国家的国旗啊，所以我支持你，我就摕这个旗啊安尼。啊，过来我要讲另外一件代志，就是我喺创作的过程，我即摆要讲两件代志，一个是我迄阵惊人看无，惊人看无即件代志，讲我迄阵有讲我出一本册了，过2-3档我较意识到讲，我应该爱用台湾话去写我内底遐个台词较对。啊，毋过迄阵我就足惊，即摆足侪人共款，你会甲伊讲，你会晓讲台湾话，你会晓写白话字，还是会晓写汉语台文？你是安那无要写？你干那要用中文一直踮遐写中文的物件？啊，差不多头一项理由就是，你写台文人看无，人看无，你就无法度宣传你的理念吼。啊，迄阵我嘛是安尼，所以迄阵你看我咧批评转型正义这件代志的时阵，我用白话字写一段话，啊，我就搁注一个中文版的伫边仔，互大家看安尼。啊，即我想要甲大家介绍就是，即我头咧讲郑南榕甲若纯言论自由的代志，伫转型正义，在我咧看是共一个过程，就是讲，毋管是虾米人起头，我毋知影，还是有心无心，我毋知影。毋过伊的结果就是，现实社会尾啊，敢若剩迄个无重要的，已经去互人，要安怎讲？啊，用这讲法就是转型正义这件代志有转型，大家拢在做转型，毋过迄个正义就消失去啊。做成228，一个倾向大屠杀的代志，到即马变做和平纪念日，我就足硬我讲台湾人向刣甲遮惨，啊，代志卡不过10档，较会当开始讨论。结果你讲即个物件叫做和平纪念，我毋知要纪念啥物和平吼。是像即种的物件，我讲，只有迄阵我伫美国的一个 stand comedian 叫做 Colin George， 还是 George Colin， 歹势伊个名较生我记袂起来。伊有一段讲啊，讲迄叫做 soft language 软性的语言。我感觉台湾社会嘛有即个问题，就是咱的政治的物件拢互软性的、中性的语言食掉去啦吼。啊，上尾重要物件都无人去管。啊，228就敢若剩一个纪念日，啊，逐个休假佚佗安尼。啊，所以大家当看到，我对2016年底到这2017年，我就开始知影讲我爱用白话字，吼，用台湾的罗马字去写。毋过我就是惊人看无，所以我一定会注中文。像安尼，我嘛是写了，我就甲家己用中文注伫下骹，惊大家看无。啊，毋过尾仔我就看开啊，我想讲。我想要做的代志就是，我要维护啊未生出来，毋过是我未来设想的台湾社会的台湾人看。啊，你若即摆的人有遐济网络资源，会当互你去学白话字，啊，你毋去学，你看到这你感觉无重要，你就要跳过，安尼迄是你的损失。我无要为着你开始感觉踮遐写中文，所以尾仔我就毋管啦吼，我就干那写白话字安尼。啊，第二件我创作的过程的一个心理上的改变，就是讲台湾话的资格。我用这个图做例介绍大家听，就是讲正手兵是一群查甫的，因就是踮咧品讲家己迄阵做兵互操甲5天拄5天吼，啥物有诶无诶。啊，对我来讲，迄种互人当作毋是人安尼咧操的过程。可以当摕出来品是一件足奇怪的心理现象吼。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设定正平是迄种较无水准的人，吼，你来当咧看。啊，倒平即两个查囡仔就是，感觉即个查甫的头壳毋知咧想啥。所以倒平即两个查囡仔对我来讲，我的设定是头壳较清楚的人。所以咱看着讲，因的原底台词倒平即两个查囡仔，我家己写台湾话。正平迄对查甫，我就改写中国话，因为迄阵我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坎袂过，就是真想起足奇怪。啊，毋过迄阵就是感觉台湾话敢若会当互台湾人讲，敢若会当互好的台湾人讲，所以我会歹人的角色，我袂互因讲台湾话，因为我感觉安尼侮辱着台湾话，迄是我迄阵安尼想。啊，毋过尾我就想开啊，因为伫正常来讲，我就是要创作互台湾人看，我是台湾人，写台湾话互台湾人看。
毋管内底角色是好人歹人拢共款。做迄阵我画即张迄个咧讲宪法的问题的时阵，连即个圣诞老阿伯吼，西洋人我嘛是会讲台湾话。啊，地高先生嘛是会讲台湾话。啊，正中国人吼，老头的甲迄个蒋经国，我嘛是会讲台湾话。所以我迄阵就已经毋管啦，我就是互家己心理建设讲，安尼较是一个正常的台湾人应该做的、应该创作的物件吼。到迄阵我就差不多定型啊，到即嘛安尼。啊，连中华民国中国人的国语，我嘛是互伊讲台湾话。啊，遮插播一个物件，我即个观念我即摆已经无啊，就是讲，在座若个咧听的人若有即个观念，我参考一下，就是讲，过去1、20档我安尼伫网络顶悬看做这个物件，啊，熟悉一寡朋友咧说台语文，其实说台语文即个讲法本身的问题吼，这以后有机会还佫讲。说台语文的人会想足侪办法来证明讲台湾话有推广，也是有留落来的价值。啊，这事实上是咱入去迄阵中华民国政府规个市民教育的迄个坑内底，因为过去咱就是互人拍做讲台语是无水准、粗俗的物件，啊，所以你莫插伊，你就是爱学较有水准的中国话安尼。啊，这个是甲语言工具化，甲迄种安怎讲，用迄种社会身份的关系安尼啦吼。啊，迄个，所以讲，我记者咧可能较好讲，我即张 slide 要讲的代志。做侪人讲台语优美文雅，所以咱伊有迄个价值，互咱去保存。我咧讲，今仔日啦，咱的时代，咱尊敬的人，咱的老爸老母，因若准讲无水准，土面低调，像阮老爸做工，啊，参朋友等下起来就是交衫哩的，我你还袂死啊吼！我迄阵咧学拢笑啊。安尼台湾人是毋是？我时代因就无优美无文雅，因是毋是就无值得我的尊敬？哦，应该毋是安尼。我是台湾人，台湾话就是我的物件。我咧插台你外口的人讲伊有水无水，迄我毋管。应该继续讲就讲，迄毋是保存的物件。你若用即个观念去看台语文，你咧落入去，我爱说台语文即件代志，毋是我去用台语过我的生活，会完全无共款，迄完全无共款，而且会变做博物馆化。我等下讲，所以即个观念你若阁有，拜托小想一下，真正足危险，真正足危险。所以我尾仔的结论就足简单，台湾人讲台湾话，无第二句话无其他理由。啊，即个道理我头先讲的，大家若去看足济现主是过去甲即马大部分的团体，当然大家拢做认真做代志，毋过观念你若无到遐，你做出来代志会加了工的。即个物件，我毋是咧讲大家无好，我敢若是咧讲无彩。嘿，就是无彩，大家会甲资源囥着所在去，就是讲台语的活动，其实无应该叫台语活动。像我即几档，我若要出去三人讲座，也是我要发表啥物件，我袂去挑讲主编讲我是台语，用台语做啥物代志袂，因为我就是用我是台湾人做台湾人应该做的代志，用台湾的是拄啊好尔。等到是你若要用中国话讲，你爱主编讲我即张是中国话，应该是安尼较对。迄什么人是主人，爱分好清楚吼。啊，即张图是咧讲博物馆化，就是南岛彝族，也是后壁迄领客人的衫，也是用大地涂骹做人皮的即个台湾人，正伫中华民国的即个体制内底，即几啊十档的教育内底，伊已经变做博物馆化，就是讲遮的大家做爱讲什么台湾有台湾的文化，毋过遮物件拢是死去的，拢是死去，伊敢若是有活动，也是中华民国国庆的时阵摕出来表演的，这叫做博物馆化。伊是互人欣赏的，毋是互人摕来过生活的，这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啊，你若知觉到即个代志，你可以看出这活动，你就知影伊到底是有走正去无吼。啊，我讲一解，
办活动的团体也是人，可能拢做的代志走进去，毋过因为迄是观念还未到迄个问题吼，毋是因跳工要安尼做，毋是因跳工要安尼做。啊，续来即段我要讲过去我有印象影响我为政治红仔岛的几个台湾的遮迄个红仔岛师吼，就是头一个这是 Coco， 啊，毋过 Coco 我去找，我找无伊的作品有放伫网络的底，敢若倒手柄即张彩色的伊有放伫 Facebook， 啊，毋过我去你看，敢若即张图无别张图，所以我无确定迄是毋是伊的口图，这我无确定。啊，正边这是伫中国迄网站面，就是家所有做些图搭伫遐，我拣其中一张。对我来讲，好的政治红仔图就是毋免伤侪字，啊，伊会当对画面内底用一寡譬如的方式，互你看的人家己去感受中的迄个趣味，也是迄个足酸的迄个点吼，伫倒位安尼。啊，另外一个影响我较大是一个。头拄迄个是 Coco， 这是 Taco。Taco 我确定伊即个应该是伊伫车顶馆的口罩，内底拢有做者伊的图，吼。啊，我就贴几张来互大家做参考。像讲，伊的图有一个趣味所在，就是伊的角色足活，就是伊的表现的方式嘛足活的，就是伊有足者无共的表现方式，吼。像倒手柄即个，迄个民进党嘛，当来唱我爱中华即个物件，吼。啊，正手柄偌穿着咧摸迄个ROC。即个物件甲即外来体制，啊，伊嘛是批评足侪中华民国体制物件，这是我足少看到政治诶红仔图有吸到即点，足少。啊，尤其迄阵我诶经验就是2017年迄阵伫面册我批评中国国民党诶图，足热烈诶，逐个足欢喜，一直转。毋过你若批评甲中华民国即站诶时阵，迄热度就会向降落来。足侪人会转袂过来，啊，有诶人会感觉你批评这伤超过吼，因为中华民国是咱诶国家，因安尼讲。嘿，啊，你看伊诶图、伊诶画面、伊诶譬如，拢足水诶吼，拢足水，啊，拢毋免伤侪有诶无诶物件，你会当去家己去想去感。啊，搁一个当然无一个，伊诶图，我老实讲，我是几若冬后较去想起即个人，较想着即个人。因为迄阵我咧看《自由时报》，也是看台湾日，敢毋叫台湾日报，迄已经无伊啊。迄阵我就是拢会去看即个政治红仔图，啊，迄个伊诶图，我坦白讲啦吼，我家己反省就是，迄个时候我可能20几岁呢，啊，迄阵我看到伊诶图诶时阵，我是无足爱看，因为我感觉伊迄阵我讲迄阵读册，我一个读册囡仔是安尼，因为读中国册大汉咯，就感觉讲。啊！你写到这不得不切的话，迄也毋知影是台湾话，还是迄落你看毋规气，佮那像咧无标准化。嘿，迄对读册囡仔来讲，无政府标准化的物件，就是看袂上目啦。啊，袂无法度去欣赏伊写的即种台湾话的物件。啊，就感觉讲你看毋规气，较写标准的中文，互逐个读有安尼就好，啥要遮搞怪。啊，所以迄阵进行艺术变小啦吼，啊，毋过迄阵我的观念就是安尼。啊，所以若要照我的标准，头拄的Coco、Taco，甲即马当然无敢若伊算有为台湾人的政治红仔图，因为就是用台湾话写吼，啊，当然是写汉字。啊，过来是迄个，即两本嘛做趣味，即个是单义人，伊应该是长老教会牧师。啊，我毋知伊出过几本即种，伊这是迄种世界吼，世界红仔图。啊，当然毋是全政治的政治有一部分啊吼，伊是做些生活上的物件。啊，即两本是我伫迄种，毋知是毋是，伫古册店抄到的，然后有别本无我毋知影。啊，时间关系，我伫遮找两个互逐个分享互逐个吼，因为内底嘛是我家己反省。头一个做趣味来讲，伊就问迄个查某囝讲，你敢是泰雅族的啦吼？他讲哇，你皮肤遮白，遮有气质吼，完全看袂出是原住民，结果人就生气啊！啊，伊共学了人生气，伊个毋知是安怎。啊，这大家应该看过啦吼，你安尼意思就是讲，原住民就是乌索索。当然，咱讲乌甲白这皮肤水外问题，这另外一回事啦吼。咱看气质项，伊安尼讲意思讲，原住民就是无气质，你有气质就看袂出是原住民。你安尼就是咧共骂，迄个是你迄个性格。啊，然像我咧讲的，迄个人若学了你讲哦，你穿插足有水准。
看起来足高尚，吼啊，讲话有哪足有声有路，袂安尼扯干辣椒。我毋知原底你要讲台湾话，你会记袂？吼，共款的意思，共款的意思。啊，即个是迄个圣诞，嘿，这嘛是我5、6当前我较意识到这件代志，就是我醒过来时，这件代志我意识到的时阵，我较知影我已经互西洋的主流文化洗甲白色色几若冬啊。即摆就是咧讲圣诞的时阵，因要去看圣诞的影片，结果打出来是10点炎热，因就三无讲奇怪啊，开圣诞 Christmas 开是即种物件吼。因为过去我就是安尼，讲到圣诞我就想到即个阿伯，讲到上帝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阿伯吼，拢是白人。毋过咱台湾人原底的民俗内底，咱有玉皇上帝，咱有先天上帝，咱有无共的上帝。神明的生日就是圣诞，对无吼？就是安尼。所以我迄阵较意识着讲，我直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伫5、6冬，较进前去8、9冬啊，我迄阵伫路林徛倒摆，啊，咱看到路边有迄种台南就是上帝庙的老人，啊，迄阵我就笑伫心，我想讲，啊，这个是啥奇怪宗教团体吼？较上帝啊，甲起庙，上帝就是头讲的即个阿伯吼，你甲甲起庙。我去几若当我知影讲，啊，就是先天上帝庙，真正足邪吼，做一个台湾囡仔，看到上帝庙无去想到先天上帝，敢若去想到即个物件吼。所以迄阵我就是有即个过程。啊，讲到民族文化性的物件，我迄个逐个若有闲去找即个，迄个应该叫金正义吼，迄个金正基吼，毋是金正日吼。伊即电影，你凊彩找伊的，你去 YouTube 拍伊的名，有足侪伊画图的影片。这个人足厉害，天才啊，毋是天才，人真有哪足拍拼画图的。伊画图的技术已经画甲，伊会当直接落笔，伊无咧拍，伊无咧用 MP3 拍超过无。伊即个影片就是做这。啊，毋过真无彩，伊2冬前过身去啊，很汹涌，伫法国的活动时阵过身去。伊就是开始画。伊拢毋免拍过，伊就安尼画。啊，你会看出来讲，这就是迄阵韩国因的少年囡仔也是学生囡仔摕因的太极旗，哦，啊，这开枪的，这日本兵，因迄阵有哪互日本士兵30冬，互咱50冬。啊，迄阵就是有人受伤啦，吼，啊，有人咧加治疗啥货，伊咧画一个抗争的画面。即张影片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莫个，就是画到尾啊，出来是一张因的韩国的国旗，太极旗。顶半个太极是因的反抗，下骹是殖民者的压迫，这真正厉害，伊就是安尼画一张图出来吼。我咧想讲，我看这个影片，我想讲，我这世人敢有才调画出这种深度的物件？嘿，啊，咱台湾人敢有才调画出有台湾人的文化精神的物件？吼，红仔图要深嘛是当做深的，啊，迄个。金正基伊的画图的技术真正足赞的，大家当去享受去看，真正感觉看到神吼，毋是头拄迄个阿伯。啊，尾仔这个一段，我要这是上尾一段，我要讲迄个漫画啊，西洋叫做 comic 嘛吼。啊，我即摆要讲物件啦，但毋对吼，也是大家有无共的经验，还佫分享，就是我一个印象是，我细汉听大人咧讲漫画。是咧讲阿尼美，就是迄种会叮当的迄影片迄种的。啊，我就毋知影讲是毋是因为咱台湾少日本画漫画入来以后，因为社会环境的关系，所以去用伫无共所在。所以颠倒是日本咧讲的漫画，迄阵阮先拢讲，大人讲你去读册，吼，莫干咱规工拢踮咧看红仔册。所以我就甲迄个物件讲做，甲漫画日语的漫画，伫遮我拢叫做红仔图就对啦吼。啊，当然即摆要讲的是连环的红仔图，就是因咧讲的漫画。啊，下骹有迄个韩国话，甲中国的迄个因的翻译，啊，拢是共款的语言啦吼。啊，我要小可介绍一下即个物件，因为我相信有足侪人可能无足了解即种物件要怎看，因为我有一个什么印象是，因阵阮迄大人拢讲，啊，因红仔册安尼一格一格遐细格，啊，安跳来跳去，到底是要安怎看吼？啊，大家小心买一个，即个网听，因后壁来看就对。我要讲一件代志，
像即个 Spider-Man 即个我有当网络里啊，伊西洋人的 comic， 当然拢是对顶悬看来吼，毋过伊是对倒边看对正边，那算咧读英语安尼。所以伊即个画面落来，你会当看到伊分三轨，顶悬中下骹三轨，啊，逐轨内底拢是对倒边看对正边，啊，逐个内底的对话，若迄个作者正常来讲，伊嘛是对倒边读正边，倒边的读了读正边，顶悬的读了读下骹。所以我写飘即2、3是我是袂搞则，就是伊咧读的迄个顺序吼。comic 是安尼看的，毋过漫画倒边，漫画是对正边读对倒边，所以我写有用其中一页，伊的即2、3、4、5、6、7、8，伊的顺序是安尼，所以嘛是同一个内底正边的台词读了较读倒边的。爱讲到这是因为，像用怎说咧？正边是日本的原版的扫帚吼，倒边是人迄网站做者迄种，当然可能无合无啦吼。伊会甲翻译做无共语言，啊像翻译做英语会出一项问题。咱其实咧，伫第二家遮，即个日本的卡啦，伊当然拢是写直的吼。伊翻做英语，英语是写反，伊敢若会当甲一个字要拆做安尼，迄安尼看起来就无介自然吼。啊，伫遮大家后摆会当注意，就是这看一寡趣味的美感，就是因为日本人因的卡拉甲汉字有那是习惯写直的，啊对正边写对倒边，所以因的对话腔啊，会是长的，就是悬的吼，啊安尼长高型的，因安尼长。啊，毋过像头拄啊即个迄个西洋式的即个 comic， 大部分拢是橫的，因为因咧配合因的文字。就是换的，所以你看伊对话腔差不多拢换的较济吼，来变做安尼。啊，即个嘛介意思，即出有哪算足侪人咧看，啊，毋过作者画甲尾仔讲伊画袂落啊，所以听足久的听几若当拢无信的吼。伊画的我后来有注意到，伊上早嘛毋是伊每一期的即个作品，伊就是伊的对话腔拢是圆的，啊圆的就是我咧伊毋知是毋是有。意识到伊的作品就是国际性的，所以圆的，伊毋管要写直的写反的，拢差不多到位入面吼。我毋知啦，即我译，啊，即个作品我伫遮嘛要甲大家介绍一件代志，就是我个人我咧创作的时阵，当然我嘛是画佚佗啦，我毋是职业的。我咧创作的时阵，画连环红仔图，事实上足成咧翕电影。啊，先讲我对电影的研究嘛无足深，毋过就是以一个会晓有目睭会晓看电影的观众者来看，你爱找角色，就是你爱设定我即个角色爱生做啥物样，你爱选角色，你爱去换镜头，这叫做分镜，就是我第一架要翕啥物人，要翕偌远，要对一个角度翕。啊，你该做导演，伫即架内底，即个角色伊的面要做啥物表情。伊的情绪爱安怎表达出来，互看的人有迄个感受。你莫做编剧，你会知影讲我的台词要安怎讲，较顺，较吸引即个人看即个故事的迄个热情就对。哦，种的物件，你拢爱考虑到。啊，你搁爱包括你搁爱做足侪，我毋知伫电影内底这叫做剧组的足侪分工，就是你爱去。服装设计，你嘛会知影，你爱知影迄个时代的服装生做啥物型，因为摕啥物武器，因带啥物种厝，等等。啊，像即个画面，逐个若后摆逐个当，若毋捌安尼看过，你当用即个方式去看连环红仔图会足趣味，就是讲，像第一架，伊先主角，伊的表情咧足严肃咧看对方，结果对方就开始讲话，啊伊就小可惊着吼，伊毋知讲啥物话安尼吼，但毋管。啊，你看即个表情，知影讲有一点仔轻浮，看袂起主角的迄个意思的表情，过来镜头扭远来，中即个大家，你就看出来，即几个查甫人，即几个哪像咧龙人也是萨姆拉的人，因就是徛伫一个迄个道馆内底，啊道馆就是有迄个杉仔做的厝，啥物货安尼，啊因咧空间的关系就足明显的啊，你看的人，你就伫迄个场景内底啦吼，啊这话讲了。讲你的尸体敢无人会当来领你的尸体吼？啊，其他遐人就迄种被笑毋笑迄种型安尼，所以伊就是一个运镜，一个剧情的迄个要安怎讲？迄个流走安尼就对啦吼。啊，大家当用即种方式去看连环的红仔图，迄
足趣味性的出来。啊，你嘛会当去检验即个作者的看镜、导演、甲编剧，吼，甲表演的功力到倒位安尼。啊，头拄即个恁若毋知影，伊就是画一本册吼，Slam Dunk， 即个伫台湾知名度应该悬。即个伊较早期我足像的一个红仔册啦。啊，你有看伊较早期这对话框，我讲伊就是长的。啊，毋过伊后壁即个作品就是拢圆的。所以我咧伊讲伊是毋是后壁，因为伊有国际知名度，所以就是调工画较圆安尼吼，方便无同的语言会当放入去，我袂用的。啊，头讲到画连环红仔图的作家，伊爱兼足侪角色，吼，导演、编剧啦，啥物演员拢爱。啊，即个嘛是我最欣赏的一个作家，伊伫伊的 YouTube 的影片，伊拢会共教一寡撇步。伊就讲画漫画吼，画红仔图的重点就是角色的演技，伊咧讲一件代志。啊，伊就足紧就画出几啊图，互互大家看感受讲，你看，敢若简单的几啊笔画安尼，你若会晓画的人，你迄个角色足简单足紧的，当互看的人知影讲伊即马是烦恼啦、生气啦，吼，还是足欢喜安尼。你就算看无这内底日语，你嘛大概约会到迄个气氛是啥物货。伊讲这就是演技的重点。啊，头拄讲遐物件，佮跳转来咱台湾人的物件，这是我这有啥吼？1992年迄阵我读高中迄款，应该是迄款，我嘛袂使记，就是中二的时阵。迄阵有出一本，这叫《梁少年》吼，伊迄阵内底有那真正拢是本土的画家去画，啊内底有一个故事，随上我真回想起来嘛袂歹。啊，这是头一本，我有留一本落来。啊，毋过迄阵咧想讲吼，伊内底当然嘛是拢是用中文啊，所以想讲当时真正有才调，然后台湾国吼，台湾人咱的文化诶，迄个程度，咱也是咧。经济的物件会当经出一种真正后摆真正是台湾人的一本即种周刊啊，或是杂志即种的物件安尼，敢若是安尼咧想啊。啊，上尾只有要分享一个我家己过去连环红仔图的创作吼。这有影足久诶，这是我高中想到的足简单的一个故事，敢若4-5页尔。啊，我迄阵到读大学的时阵，也是当时我较有时间甲画出来。啊，大家会当看讲，我画红仔图，我迄阵就有迄个意识，我就是想讲，我要用白话字写。所以我的分镜就是参西洋式的卡米克共款，我是对倒边看过来，所以我的镜头是对倒边、正边、倒边、正边安尼扫落来。啊，我写的字就是橫的，吼，所以看我迄阵对画腔就是变的迄种的，就是变迄种的。啊，这是一个迄个伫迄动物店内底。囡仔要见老爸甲买几只迄种物件当去饲安尼，大概是安尼吼。这个故事重点开始要大家看讲，我迄阵有想要画这物件。啊，这是2010几啊，袂记啊，今仔介无彩。这毋是正稿吼，这是草稿，就是我的习惯是带互大家看，我会先甲故事大概画足简单的迄个分镜，啊过来会画像即种的。啊，上尾啊，我较真正画正稿，就是画原稿就对了。啊，即个故事我嘛是对倒边安尼一直落来。即个是迄阵迄杜信良先生，伊迄阵有写一个底片啊、中片的小说叫《阿芬》。啊，迄阵啊，歹势我袂记人协会的名，就是因有来找讲要甲即个画做红仔册，啊，我当然足欢喜。我看迄个故事了，我嘛感觉袂歹，啊，我就甲迄个故事转换做我家己剧本，啊，开始设计这个角色。啊，即个画面就是台南的黄金海岸吼，迄种我就是要画在地万年边迄个万里遐个故事，伊的背景是伫遐。啊，毋过因为种种原因，到尾因为就是我画到一半，又搁想到一件代志，因为对方是要用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文字系统去出册，啊，迄阵我已经无支持，也是讲我已经反对即种无经过台湾人、无民间的，这个另外一个议题啦吼。我简单讲的就是，迄阵我感觉应该是用白话字，甲原底
台湾社会过去过若8冬的在来汉字去出册甲着，袂当用中华民国政府去找一寡无咧用台湾的过生活的学者，用中国文化思想做基础生出来遐个文字系统来出版吼。所以我迄阵甲讲，敢会当恁出即个版本，嘛出白话字的在来汉字的版本。对方讲无法度安尼做，讲安尼歹势，安尼我剧本用好啊，我分镜个嘛用到一个阶段，我即个全部物件恁买着客去，恁请别人画，因为我无想要开时间伫中华民国政府的迄种系统顶管安尼，所以这个故事画无了，刚开始尔就翘伊吼。这是迄阵我咧画分镜个一寡，迄阵画7、8页尔啦，就是大概像安尼。这倒边就是我讲，我第一版应该讲上初稿的，就像倒边安尼，足简单，就是去画讲人伫倒位啦吼，这个景是伫教室内底安怎样，啥物人做啥物代志，代数大概是安怎。这嘛是足有的，所以甲大家讲像，大家当看下讲，这个老师因为咧上课用中国话讲嘛，所以阵我就是伫内底直接写，中国话汉字写讲叫伊徛起叫出来吼。毋过若换做即摆我来写来画即个故事，就算是伊讲的是中国话，我共款会用白话字，也是用台湾话迄个在来汉字写。毋过我可能用无共的字体，这是出版商会当处理的方法，就是我用无共的字体，也是用注解的方式，互读者知讲，即个人咧讲的即段话是另外一种语言，敢若互因知影安尼就好啦。这是迄阵的主角男女主角一寡人物的设定。这是我个人咧想象的代志。迄个陈瑞先生作者故事，我足赞。我感觉若有法度甲做下甘蔗园画做连环人仔图，我感觉这是足值得做的代志。毋过，这有足侪技术性的问题，我等下甲大家报告吼。这足侪技术性的问题。一个是我家己画图的功力可能佫无够遐，佫较深的问题。上尾即几页直接甲大家讲，画面连环人仔图要互人看会落，画面爱水这基本的，故事爱赞这基本的。像头拄陈瑞先生伊遐个故事，毋管是短篇的还是中篇的长篇的，拢是故事拢无问题。若我画图技术有提升到这个程度，画面水嘛毋是问题。第三个甲第四个较歹处理。合理性就是讲，你的故事足赞的，画面足水的。毋过你若无细字，你编辑的过程无拄好，有足侪所在你读者就感觉即个即段无合理，即个角色的即个反应，会互你看感觉讲，即伤悍嘛，无可能发生这种代志。安尼，迄个故事大家咧读就袂接煞会断去，会跳出来安尼，就是你无法度进入迄个故事内底。第四项佫愈歹处理，叫专业性。我只2张我迄阵的作品，互大家做参考。我现在要打这2张的。倒手边是我迄阵咧考试迄种汽车也是机车的展览，拢叫足侪查某囡仔穿甲足辣的，安尼互大家踮遐翕相，你毋知是咧翕查某囡仔是翕机车吼。正手边是咧迄阵有一段时间，大家咧查制服的代志，我迄阵就画一张。我会打这2张啥咧？倒手边迄台奥多摆，敢有人知影是对一台？我一打出来，下骹就有人讲迄台是对一台，迄真正有厉害，就是有咧捌迄种物件人。我会画迄台奥多摆是因为我大概知影有对几台世界较有名的迄个重型机车，其中一台我就去找，随身相片我就甲画起。我敢若画安尼几笔，清彩撇撇的，就有人随看出迄台是对一台，这是一个，这个无合。正手边的制服，我一打出来，就有人知影，迄是台南家姐。你嘛想喊我，敢若是想我，因为我有熟悉遐学生因为我准备教补习班，我就讲安尼，我就去找因的制服来画。我随打出来，随有人知影，迄是对一间的制服。我要讲的是专业性来讲，你画的故事，足侪幼路的物件，像讲伊迄个时代用品、建筑、伊的食的物件、伊交通的方式，你若无去斟酌加抄出来，去找到参考资料，甲画入去，随互看破卡像这是上困难的一点，这是画连环翁仔图上困难的一点。
所以我最近参迄个，这应该当讲因迄个协会因迄边高雄的二八协会，因嘛足希望足侪人知影，因当咧想要甲高雄乡中自卫队的故事画做红仔册，当然有找无共的人编剧啥货，我有影目前有小可参与其中一部分要画分镜，所以就爱去找足侪迄个时阵的资料，这画是因其他的编剧的人斗找，画是我家己找，吼，直接简单互大家做一项。我是讲，我会知影迄阵，因为伊的文件内底有讲到，迄阵乡中的学生啊，有日本时代留落来一寡手榴弹，有步枪，吼，有迄个300式的，我来去找着哦，就是一支阿里萨卡 Type 38一支，安尼就是因阵咧用的枪。迄阵中国兵仔可能来的时阵生什么型，我来去找一个有可能的物件来斗，哦，迄阵的街仔路生什么型，迄阵的乡中生什么型，嘿，拢爱去找遐物件来。像这就是迄阵的资料内底找，内底几个主要角色，我就甲画做，我简单的一寡设定吼，这个李永和队长，这个副队长，迄个陈仁比，伊少年时甲伊老的时阵会用。这迄个有两个兄弟啊，姓颜的颜在添，迄阵画了无完全像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我功力无够吼，这一定的；一个是有当时我爱因为因的相片敢若一面尔，伊无做侪面，我爱甲调整做我家己感觉后壁我画起来会较顺的方式去表现这个人物，所以这内底有我家己习惯吼，这个是何聪明先生吼，就是伊囡仔时阵的设定，甲伊老的时阵的设定，佫有内底其他的配角安尼。目前我这个分镜佫这个底片的，因编剧有人专门写好啊，我起来甲改做分镜佫，毋过当我分镜佫我会改做侪物件，我改目前差不多40页，这是我头前2页，就是这毋是正个吼，原个我会佫画互佫较优的，这是迄阵第1页乡中安尼吼，第2页开始安尼，后壁我希望我1个月会当紧甲大部分物件赶出来，直接要做一个调查，这是上尾1页，等下大家 Q 的。我正听的这个人倒伫遮一个，等者大家咱 Q 的时阵讲，毋知大家看到这个会想到什么物件？就是倒手边第1页上下骹一个，倒伫遮这个人留下这个巧语啊，这伫内底实际上是用死啊，用中自卫队迄阵为死的迄个，嘿。好，安尼，这是我今仔日甲大家讲的内容，嘿，毋知想啰嗦袂所以时间交互主持人，甲大家看要讨论啥。好，多谢宪君大家吼有等下要准备回应的，就是咱的野手，相信大家拄则宪君佫有出题目，要请大家回应嘛，对，咱就会当野手。拄好宪君因为上尾有讲到迄个高雄28协会，因要出迄个乡中自卫队的红仔图，我就先煞补充一下。今日邀请到宪君，当然一方面。就是虽讲伊退出江湖，并且即个江湖诚久，毋过其实就是阮即阵朋友一直拢，阮即阵就是我妈妈，对，宪君嘛是阮我妈妈的理事，阮即阵朋友嘛是对迄个阵318了，就有机缘伫网络顶头熟悉，真正足好稳定，就是一直一路安尼行来，就是互相着闹开，求进步嘿，对，互相闹开求进步，大家当看到着红仔图即个物件，对，宪君对，咱。我所想的就是逐个月咱头一个迄个世界台湾文学欣赏会，就是要去讲较侪文学性质嘛。毋过迄个文学嘛，毋若干若限制伫文字，就咱要想咱台湾人的，就是伫客观、人生观到，就是毋知大家敢有看到即届的宣传图，就是内底就有写着，我分享一下即个画面，就是台湾建国的。前一日，即个系列前一日迄天了后，就是我即届就甲迄个前一日摇起来，宪君就是来讲做伙来看红仔图，是因为阮嘛拢是台湾即个人伫网络熟悉了后，我妈妈继续行到呾，
大家嘛知影，我妈妈一直拢是咧做，就是台湾家庭、台湾囡仔相关的事工。啊，阮做遮个代志，就是足侪画图，对一开始对阮乌妈妈的面册发的文，心头嘛是还袂晓台文，拢写中文。到即马就是阮无要搁写中文啊，就是咧想的是因为看到咱的一路咧想，看到咱的囡仔咧大汉，啊看到未来的囡仔，无一定是阮的，对乌妈妈即马阮所看到的囡仔是未来迄个台湾国未来迄个囡仔，就是想要去看讲咱到底台湾人会当行到倒位。所以就是即下咧刷来，就是若是阮去邀请的讲者，就会去互因用因所专长来发挥，啊，看因是要看到，咱即马是伫台湾建国的前日，即以伊的专业、伊的专长安怎来发挥，啊，来遮的角色，对遮的角色来发挥，就是因为咱是想要相信讲，对。咱台湾，咱是伫台湾建国的路人，对，就是像迄阮进前出的迄本册，书本敢若有册名，迄个时阵是台语，毋过对啊，咱即马伫路人，安尼好，安尼毋知敢我未看到有人举手呢，敢有人举手啊？若还未有人举手，我即马就先着邀请着亮光亮光兄举手，亮光兄。我是做迄个做一个较普通的comment，因为我对这嘛是算真外行啦吼。啊，但是我是感谢这个论坛吼，伫这个咱这个台湾文学欣赏吼，啊邀请宪君来讲吼。哦，虽然你拄则咧讲到文学，毋是干那讲用写的，咧用画的吼嘛，文学性气质真悬啦吼。啊，拄则有听宪君讲伊的图吼，啊有人会安尼。互人安尼换啊笑吼，看起换啊笑换啊娇啦吼。啊，毋过我拄则看伊迄个螺丝迄个物件吼，第一片吼，我是感觉讲看起来安尼换啊笑，啊个互你换啊感动啊流目屎啦吼。啊，我咧想讲，迄流目屎其实毋是感觉讲悲伤，因为咱讲袂出来的话，竟然会当安尼来讲出来吼。啊，足透细安尼，啊，所以我会去想到一个我真爱的导演，就是迄个较早迄个 Charles Chaplin 吼，就是迄个中文叫做左白林啦吼。啊，所以毋知是安怎，我看到你拄则迄个影片吼，我想起迄个左白林即个人啦，吼啊，伊其实吼，伊到尾啊，我想，伊安尼虽然遮久啊吼，啊毋过即摆我伫 Facebook 雄，伊一寡底片拢会走出来，吼，啊，搁去甲点去甲看，感觉讲哦，足好笑。但是后壁的内面，伊咧讲一个真严肃，吼，啊为迄个小人物，吼，啊为艰苦人的即个故事，啊伊常常嘛用家己做口述家己。主题来咧看吼，所以我是感觉伫你的即个介绍迄个螺丝吼，啊，即个底片吼，啊，我感觉讲即个足好，啊，足价值，互咱遮个台湾囡仔吼看吼，啊，有可能即个除了看，毋是干那互台湾囡仔看尔，爱有讨论吼，因为伊后壁遐有一寡较深的即个哲学观念吼。啊，也是讲咱的历史的即个历史感的即个物件，啊，有需要做伙看，甚至毋是干那囡仔，像大人啊做伙看，啊做伙分享吼，安尼会当个互即个艺术啊个有迄个传播吼，二次传播的作用吼。好，多谢。多谢亮光。感谢你来。谢，感谢。对啊，螺丝迄个，头讲着迄个乌白迄个伊的影片，伊迄是个，我感觉迄拍数个愈悬，就是你互人笑流目屎，迄是足厉害的。迄是足厉害的物件。啊，我螺丝咧是甲我音乐风格较无共，因为音乐风格咧，我讲我就是互人感觉总结的，啊，伊就是哪笑哪叫安尼。啊，毋过螺丝咧真正就是较悲伤的迄种路线安尼啦。所以迄个作品是甲我原底的风格较无共，无毋对。好，多谢。啊，我看到一个朋友举手。慧娜，迄个嘿。
维娜姐，多谢，多谢，我足欣赏，足羡慕，即个会晓画漫画的艺术家。我去迄个美国迄个历史博物馆吼，有当时去迄个美国的总统图书馆去看的时吼，我感觉讲，因迄个历史馆吼，叫我一向的认知有大无共。我迄款美国历史博物馆一定是伟人的迄款嘛，的故事嘛。但是无如果讲去看的时候，伊是民间的生活的记录啦。那像古早伫华府有一个叫做新闻博物馆，足有名。因内底拢有一部分是伫讲漫画的故事啦，拢足大的一个房间。因为因认为讲，伫美国人的观点内底，感觉讲即款通俗的艺术，才是真正表达迄个人民的思想。所以我足爱去看历史博物馆，还是讲看即个顶届才去迄个江省的博物馆，嘿，足无意外讲，伊嘛有一个 section， 就是咧记录当时伊迄个时阵的迄个漫画，为媒体还是讲为通俗的迄个刊物的漫画。所以我有感觉讲，将来无定史家所写的历史会被改变，会被 redirect， 迄时政治的方向。但是漫画所留落来，才是真正人间的思想，甲迄个人民心内所想的啦。吼，所以我感觉足钦佩，多谢。哦，谢，我个人就是头讲到民间即件代志啊，这嘛是我咧创作的过程的一个，我感觉体会到一个足，毋知影要安怎。我咧讲好啊，这我嘛捌听过人讲写小说还是写故事吼，就是你爱人生经验有够，你较有法度写出到一个程度。啊，像我就是乖乖读册囡仔，生活算顺利，无当过啥物足大起大落的啥物物件，拢是听人的。当然这会当靠讲，咱人是智慧动物啦，咱会当去感受别人的迄种经过的代志，来转换做家己的一寡想法去创作。毋过我嘛会当一寡问题讲，有当时一寡角色伊的心理爱安怎反映即件代志，迄真正无。毋是遐简单的代志，你若反映会出来，就是头拄迄个咧讲的，就是你迄个作品，确实真正反映某一寡真正生活伫即个世间的人的代志，较毋是迄种人讲无平淡仔咧掺的迄种的啦，迄个无意思啦。是，多谢汉君，多谢惠娜姐。就拄则听汉君咧分享的时阵，就嘛想讲，就头前咧讲着中性的语言啊，是讲后壁咧讲漫画内底就原底理论件有诶，较早写中文，若是即马写就别安尼写，嘛想着迄个，就是迄阵在咱我嘛内部读册会，就是甲迄个陈雷生的底片剪出来，用做全白编辑做全白话字去用，内底像。美丽上楼那内底，就是有迄个讲中国话的角色嘛，就是阮就是嘛用白话字的方式，甲伊互伊讲中文，互伊讲中语。对我就感觉，像遮个物件，就真正就是加载有遮个朋友做伙行到呾，就是咱这拢爱开足侪成本，像看现阮咧画漫画，爱去看遐尼侪，你讲专业性去看遐尼侪，去开课遐个物件就是咱拢爱加开足侪成本，毋过就感觉这敢若是足有价值的代志，因为迄就是爱留落来，未来咱囡仔会看。拄则讲到迄个老师我想要因为背面即摆嘛伫遮，就是伊有被甲伊讨论过迄阵，伊有讲着背面看你要家己讲无？就是我先简单讲，伊讲伊伫学校因为上台语课嘛，来甲囡仔教，
中华民国的学校，啊囡仔看，其实大部分的囡仔是看无的，就是因问讲，就是上尾会发生啥物代志，大部分的囡仔就是伊是完全无意识到上尾是故事中意。就是这是伫中华民国教育现场，就我所听到陪面甲我讲的情形是安尼，就嘛甲大家分享。啊，毋知大家敢有，就是有要讲话当，不管是拢会当举手。啊，若无想要，我先讲老师，好，其实老师我是要互大人看的，是啊，我是我大要互大人看。人嘛看无，就是我想，伊有讲放伫迄个教书跟是嘛是啥物的，嘛是足侪。因为迄个第一，我内底用的台湾话，可能即摆囡仔就算会晓讲台湾话，可能听无啥有。是。因为我先说甲大家分享一个物件，我咧做头拄讲我 YouTube 的影片，我咧做一寡物理、数学的物件的时阵吼，我会尽量莫惊迄种我直接甲中文翻台语即种代志，因为我感觉这做毋好诶，做无健康诶，会失去足侪咱台湾的原底有诶讲法，甲内底遐个智慧。啊，所以我伫老师内底用诶字，像讲我袂讲去上班，我会讲食头路，对，像即种物件。啊，即摆囡仔可能敢听有上班，伊听无食头路。做有可能诶，像即种诶，这是一个咧。过来是，阮欧妈妈嘛拢即个观念，就是咱拢讲囡仔大汉需要一个环境，咱大人就是囡仔诶环境诶一部分。所以要互囡仔会当讲台湾话，咱大人就爱先会晓讲，所以爱互大人意识到即个物件，爱去刺激大人，先甲大人救起来，较有度救囡仔。是。阮欧妈妈是有即种想法安尼。安尼陈维生，好，我较实个吼，你头前半点钟我听无着吼，不过我有几个感想啦吼。第一是先甲你问一个问题，希望你有时间才过来回答一个，就是讲你的话吼是经过什么款的媒体互读者看到？像讲 YouTube 啦，还是报纸啥吼，我要请教你一点，可能你前半点钟有讲到，我无听到吼。另外吼，你讲到关于即个保语甲台语即个问题吼，我有2点足赞成你啦吼。第一就是讲，你讲到讲，咱要推销台语是，有的人讲因为台语真水气吼，那啥，你无赞成吼，我真同意你的讲法吼，因为吼，咱保留台语，还是讲推销台语吼，理由实在是百种，讲袂了吼。你若讲叫我要找一个理由，讲咱要来放弃台语，这个理由吼，我找无一个啦。比如讲啦，一个美国人来台湾，来咧推销台语，伊的理由是啥？我想伊最大的理由是因为伊无爱看到一个语言消灭去，伫无正常的情形之下消灭去，所以伊来推销台语。所以真侪人看人啦吼，但是我是做一个台湾人吼，对我个人来讲，上大的理由是因为吼，台语是我的母语啦。因为台语是我的母语，这是上基本的理由。其他的理由也足侪，但是拢真正确，对我讲的真正确。但是上大的理由就是讲，台语是我的母语，对我讲来，对我讲，我这个人有2个老母，一个是85年前生我出来，迄个老母。第二咧，就是尤其我大汉的台语这个母语，所以我真赞成像奥巴马这款的社团，因做老母的人，你是做2个老母。第一，你生你的囝出来；第二，你要互你的囝的母语，你即摆要互伊。所以这是我想是上界，可能是上界基本，对台湾人来讲，上界基本的理由。咱是安那要保存
台语，请来要推崇台语吼。所以甲即个宪军讲的方法真合啦吼。啊，第二点关于台语即个问题吼，你有讲到讲咱台语爱吼，照我的话啦，生活化吼，莫像博物馆安尼，互人做展览啥货表演用的，这我足赞成啦吼。但是吼，我要搁进一步来讲啦吼，即个台语生活化吼，伫现代科技的状况之下，可能也无够啦吼。咱爱搁来保证讲台语吼，袂绝去吼，爱变正常化，正常甲其他世界有活力的语言共款，变做正常的语言，袂去消灭去吼。啊，这当然利用现代科技啦，啥货就讲 AI 啦吼，即款的方法真要紧。比如讲台语若有一日伫 AI 顶悬有徛骹的所在，特别说讲咱台湾有一日进入联合国安尼，迄个地位就正常去安尼啦吼。这是我加一点的看法啦吼。啊，第三吼，你的网页顶悬，我有注意到吼，你画的网页顶悬一部分是白话字，啊一部分是中国字、中国话，这我感觉真好的方法，互这两个语言的对比吼，啊真凸显出来，啊互观众家己去感悟吼。到底语言的问题伫对，台语特别是台语的问题伫对。啊，我是安他看无这，啊，我是安他看有这，吼，这我看这个方法真好，吼。啊，搁一点吼，你讲到这个白色甘蔗园要画图起来吼，我是感觉真新鲜啊吼。啊，我有一个条件要互你啦。你看会当用伊一世人的时间吼，画乡树补给甲画漫画出来，由第一页画到上尾页，吼，看你画了未啦？吼，啊，多谢你吼。啊，拄则有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你的 exposure， 你的媒体是啥物款的媒体咧？把你的物件展现出来，吼，多谢。好，感谢陈瑞先生。迄个问题吼，迄个媒体即个物件，就是因为我具体我原底有伫面册有一个 fan page， 我拢会搭伫遐。啊，毋过尾后就是因为我离开面册啊，有种种的理由，啊，所以我足侪网络的物件我拢无咧用 ，Twitter 啥我拢无咧用啊。啊，所以我即马敢若剩我迄个头前讲着，我有一个 blog， 我的作品有搭伫遐。啊，我当然我就是因为即几档工课转换啥货足侪无用的物件，所以我事实上我遐的我毋管是 YouTube 还是我迄个 blog， 我拢足久无搁换新的物件起哩。啊，毋过说来像我即马若搁认真搁咧画遮个红仔图，我若有啥物出来的作品，我嘛是会当去你顶悬。我大概敢若遮迄落。啊，你若讲啥物报纸啥，因为迄著是爱有出版社，是讲有报社因要找我定期画啥物物件。过去迄几档有短啊迄种合作啦，啊，毋过迄著是做短期的，捌有帮，搁有一段时间是法国的一阵法国的留学生，嘛办一个甲法国人介绍台湾的政治文化的刊物。迄阵我著有帮因画，啊，因著帮我，因著替我甲迄内底字翻做法国话安尼，啊，有法国人看。嘿，所以无讲无做正式的出版品啊。啊，拄则上尾一个问题，其实我一步来，迄阵我有想讲，像美个像咱若迄个故事我看着嘛足有感觉的。迄阵我嘛咧想讲，我要安怎对第一篇的物件先挑出来画，因为所有迄个陈瑞先生的故事就是故事性已经足强的啊，毋过文字性的表达，甲连环迄个红仔图的表达，伊中爱经过转换，所以我变成讲，逐个故事我一定爱家己定去排过，我可能这幅图我爱搁定甲加过，啊搁去敲，较会当变做迄个作品出来。
嘿，所以我想讲，我若第一篇有几个，我若法度掠着迄个感觉画出来，迄个中篇甲长篇的较有机会。当然，若有才调，我真正是我拢讲，那咱拢会思考这个问题咧。咱人敢若一世人一摆机会，安尼咱要做啥物代志？这种代志若有机会做，当然是一世人拢爱做的代志。因为这种物件留落来就是留落来啊。我想要补充一次，对，就是因为像大家拄则看到汉军这个作品，但嘛知影汉军伊的正职是工程师，所以这个作品就是伊真正是家己爱画，就家己扣家己的时间，包括讲拄则大家上尾看到迄个连环人啊图，讲甲高雄日白协会这边文宏兄因要合作的，这个物件是就是高雄日白迄边去请文化部的补助。毋知请着无，我无确定。毋过，就是因请时阵，其实嘛是用，就是要出中文的漫画去请。毋过，就是迄个基金会边的执行长因嘛有心，所以就是在宪军这边伊就会去注意讲，就是漫画就是到迄个留迄个对话腔啊安怎处理。毋过像我妈妈这边，伊就是阮就是这边较甲日白这边，高雄日白这边讲，只要是中文的出版品，就是无论是我妈妈还是宪军，完全无要徛名。毋过就是因，是因为毋是文化部，是文化部是中华民国的，因迄个专栏干若要出版家，毋过因当然出版家的时阵，因都袂想着台湾话，袂想着台文。是日白协会这边佫想着讲，安尼甲台文偷偷包伫迄个伫迄个预算，包伫迄个计划内底，才来出。对地资源就是足有限。对就是，毋过就是咱资源，咱人一世人，干一世人，毋过咱人会生会拖。就是在宪军，因两个囝就是拢自学，就是上大汉的到即马初中1年、2年岁，还搁咧自学。就我无确定，就咱台湾人有法度经偌侪环境，互咱的台湾囡仔，毋过就是着大家拍拼，会当互大家看到有一个人咧经因囝嘛足够有诶啦。就是我要补充的，因囝伫头第0届的台湾国是迄个逐年休到阮会办的活动，第0届。的时阵，我迄阵负责一个课叫做台湾人的历史。我讲台湾人历史上课煞，我摕大家红仔图，摕一张纸，互囡仔家己画讲，恁感觉台湾人是啥物款，还是毋是啥物款？迄个阵就是韩国瑜拄选调，哈哈，足呛诶。有个囡仔就咧讲，我感觉台湾人爱有头章，袂当无头章。因兜诶，就直接画一个中华民国国旗，就是大家拢咧画台湾人咧收水啊，台湾人有乾坤，还是啥物？毋过因兜诶大汉诶，伊画甲迄张纸，就是画中华民国国旗，就甲伊掠掉，就是现场甲伊等伊涂骹咧走。就是因囝就是行动艺术家，就是我问伊我请伊画台湾人，伊直接画中华民国国旗甲伊掠掉，安尼不对，就是咱人一世人，毋过咱台湾人会生拖，甲大家分享。是。遐有高野手，是。我想问一寡较迄个技术性的问题啦，吼。第一就是讲迄个咧拍电影的吼，有诶拢会成为 storyboard 吼。storyboard 和漫画吼，迄个差偌济，伊是毋讲画即个差偌济吼。第二点就是讲，咱足侪人拢笑想讲，即个单位老师吼，单位遐的即个作品，有一天会当拍做电影吼。尤其是我若想讲乡书补给即种的，安尼来拍做电视剧吼。但是我拢会小可保留啦，因为即摆你若用去拍出去了，迄个气味吼，伊走按迄个编辑去，再导演去安尼吼，迄个气味出来可能含原作者的迄个气味会差足济啦吼。所以我是感觉我听你咧讲迄个漫画遮吼，我想要较可行的，就是讲先画漫画出来，甲迄个当时遐个景啦，迄个人物的设定吼，拢出来吼，安尼感觉确定安尼袂歹吼，较来做即个电影的即个作业吼，安尼可能较保险。无你即摆做一群吼，较大预算落去，出来效果含咱会差足济吼。第三点吼，就是讲，像讲要画即种遮大的即个 project 吼，
家己一个人的气力一定无够嘛吼。啊，若像讲因日本迄个漫画迄个产业啦吼，因是安怎分工的啦？吼，比如讲是有一个主要的即个主笔吼，啊，伊是敢有搁分工一个较幼的部分去互别人替因画安尼，吼。以上是我的问题。好，感谢。迄个 storyboard， 照我的理解，我迄阵看人迄个一寡 anime 也是电影的分镜，伊就是以我看到的啦，我有哪伫网络看人咧讲遐代志，伊就是有哪即个，伊咧画即个，啊画到足有讲即个内底什物人伫遮，什物人伫遮，后壁什物景，啊注解一寡物件伫边啊，伊就一个一个安尼一直落来，迄个是个 storyboard。啊，迄个就是镜头要翕到的物件，要互观众看的物件。啊，头我互大家看，迄一个一个，其实咱伫迄个日本的漫画，也是迄个欧美的 comic， 伊内底遐连款的啊，都会共款。伊迄个一个一个，就是遐个 storyboard。伊伫即个世界内底用的共款迄个字，上无英语世界我知是安尼，伊嘛是叫做 storyboard， 敢若是啊，我互大家，我去分享我的画面，互大家看一个物件。等我一下哈。你咧找时，我敢会当个补充一下。好，请讲，我咧听。伫洛杉矶遮吼，遮有迄个电影产业嘛吼，啊，因其中有一个产业叫做 storyboard 吼。我好嘛捌，阮隔壁遮有一个人，伊就是 storyboard artist。啊，我第一遍知影有讲有即种物件，是按即个李启源导演，即摆转去伫台湾，较早来伫 Art Center 咧读册时阵，啊，伊就讲到即个概念，伊是讲台湾咧拍电影拢无画 storyboard， 成本足悬。伊讲你若是有先画 storyboard 出来吼，你要啥物物件，要拍啥物景，啥物物件，镜头要哪用啊？所以伊毋免画甲讲像漫画遐尔呐详细，但是介少。变做讲，若有即个 storyboard 出来了后，你的 crew 吼，你的摄影师啦，是讲你的迄个制作人啦，啥物物件，差不多拢迄个会当知影，啊，而且预算吼，预算嘛会加足准啦，嘿。对。大家有看到我这个画面吼？有。迄个。我先甲大家先说用我即两页讲一寡物件，像对倒平起来就是这就是乡中的校舍外口的厝顶，啊因为迄阵乌阴天，我就是要表演这个物件。啊过来我放一只死的鸟啊，这就是一种死亡的一种表达，要读者看到才有一个物件死去啊。即只死去的鸟其实对应的是即个迄个因即个生间的即个小弟伊表情。老岁伤侪死啊！啊，头拄有人讲，即个画面我就是看陈廷波迄张相片参考，因为我想到即个剧情，我就想到陈廷波迄个相片。啊，我今仔嘛是替，因为我想要讲，即个物件就是我做一个台湾人，我对日本是我精神上的一部分的时阵，我就会去想即个物件，我就想要摕伊来做一个我艺术表现的方式吼，这是其中一项。啊，是安那？照我个人理解，即我毋敢讲是专业的。见解吼，这是我家己的体会，就是咱的连环的红仔图的分镜会安尼分，是因为电影伊的镜头是会震动的，毋过红仔图是印伫纸面顶悬固定的，伊就要透过即种大家细界啊，逐家中央的空间的迄种关系，互看的人有迄种，伊会去引导看的人的迄个目睭注意的所在，甲伊的心情。我记一个头拄看即只死的鸟啊，甲即个乌阴天，伊就是要营造迄个气氛，死亡的气氛过来。即阵人一看就是表情足震动的，因咧看下骹。我调讲因下骹对落来就是即个颜在切，即个为迄个牺牲的即算因的学长啦。伊毕业佫转来，我看阮的咧，所以因这目睭是对着伊的面的，我是即两家调讲安尼放的。过来，因兄哥对顶悬咧甲看，过来换即个用陈廷波迄个姿势，即个画面。过来第二页则嘛是共款，就是因兄哥对下骹看，因小弟伫遮，即个画面，即个两家中的即个对话的迄个空间关系，我嘛是调工安尼安排。过来因兄哥来伫遮甲因小弟讲，你免惊，兄哥伫遮，我会带你转去。
啊，剩诶即个话，因遐个学弟遐较少年诶，可能初中部诶，有诶挡袂着伫边仔咧吼。即个过程就是迄个 storyboard，啊，头拄迄个讲会着，画放甲嘛共款，我伫画正过进前一定爱做即个代志，因为即个代志了，我较会当知影讲我要表现出来诶迄个气氛甲迄个 tempo 对毋对？啊，即个过程是毋是我画图有对一个部分我画出来，迄个看起来比例毋对，还是我会当安怎表现？伫即个过程安尼较会当减少，你袂当一开始就去画正过，无你会舞袂了。你画安怎画拢毋对。嘿，啊，头拄讲到迄个，我先调一下吼。所以头拄讲到迄个两个，哦，电影也是电影星，也是翁仔大星，这咱无在调去控制别个单位啦，就是因迄做些啥物公司啊，啥货因咧有权有落啊，因就是毋管是啥物动机，因就是要去做啦。啊，当然，我会想法嘛是，我大概看到人讲要改编啥物字是把啥物故事还是啥物货，我拢足紧张诶。因为伫现代即个社会，大部分诶，你讲一两个人，咱可能阁有法度你规组剧组诶人做出来物件，我感觉走精诶机会是100%。嘿，做歹做甲会当保留迄个原作者，尤其你若做代志无顶顶像头拄啊，有影会讲，咱国外诶产业有分工较有，啊，毋过咱即边诶，因可能就是粗诶，啊，代志要甲创造出来。啊，当然有人诶专业诶辛苦，迄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可等来讲，分工即件代志，像人日本，因就是有助手。啊，当助手听讲爱你即个画翁仔图诶即个师傅嘛，爱到一个顶级，你诶知名度有够，你较有度请助手。啊，可能像我头拄咧，我可能甲一寡即个内底大概主角诶啥物物件画好，剩诶幼落诶啊，要去食色啦，要去画乌影啦。要去甲迄个背景补起嚟啦，迄就是靠助手去画，这是上基本诶。啊，嘛有诶就是负责写剧本，啊有诶人干那负责画尔，伊无咧想剧本，嘛有迄种分工。啊，像香港，我嘛知影香港因诶连环翁仔图，香港翁仔图大家有看过，因诶风格拢总共款，因为因诶分工佫愈机械化，因足先工厂诶，因就是主笔诶迄个人挂伊诶名，啊伊可能画几啊故事，后壁所有遐像食色啦，画描。目线啥的全部拢是助手咧做诶，啊，就听讲一个 team 落来10几个拢有安尼，嘿，人个分工是会当分甲遮有，无毋对。啊，毋过咱无度，咱敢若会当尽量，就是校长兼讲精诶啦。啊，有好有歹啦，因为像我家己安尼，我就会当完全去控制表现得控制。你嘛当然讲，我会当保证我做诶物件，就是我家己有去消化过。啊，当然你无度讲，我足紧就会当出到偌济，迄个足困难诶。所以我妈妈就是就控制，这会较慢啊。按底片会开始啦。对啦，我就想讲要经几啊底片诶，嘿。毋过咧，当着头个问题，像你咧，像咱拿迄个就是当着我有足侪景，我头壳大概想会着迄个感觉，毋过我毋爱去找资料。啊，尤其愈古早物件愈歹找。你若讲现代故事，可能我凊彩加落去几张相片，还是我去 Google 一下，我就会当找着遐物件来画。嘿，啊，若愈古早物件愈歹找。啊，所以说，你若分工就是讲，可能有人是去资料，爱有人去专门去倒找资料，是去图书馆啊，去什么机构去甲人调资料啥迄类诶，这拢是有可能爱做诶代志。啊，看大家佫有想要补充，还是讨论什么？对啊，拄则看迄个开讲间，就是迄照倒摆嘛有人有大家最厉害嘿，阿和嘛，海亚布萨对，对啊对啊，会放噶。嘿啊，单顶坡嘛有人讲对。对啊对啊，就台湾人真敖。所以我就想讲，今仔日即个场合，我想讲，我要做一个调查试看卖，因为想讲，若大家有，嘿，台湾人应该是看到，应该有人看会出来。迄个阿和啊，感觉有人有要分享诶。有书馆，请，敢是喂，安尼敢有听？有有
我想要问恒君遐就是你有讲你是工程师嘛？我嘛有看过你的 YouTube，我想要问一寡就是一寡 IT 方面的翻译的问题啊，就是应该讲想要有敢有机会，咱会使甲你联络一下，会使有机会讨论一寡翻译的问题。会使啊，会使。我迄个 Gmail 的电子批，你若要互你，咱会当联络，会使。哦，好，gmail.com 宪君@gmail.com，就是我的名。好，翻译即个事工足困难，毋过对上无对个人是足有帮助的，就是讲，我头讲的第一就是你去找遐个资料过程，你会发觉到原来足济咱迄阵读册迄种中文的遐个翻译，其实是对日语来的。你来去看日本人过去是安怎去思考，甲西洋文化翻译做日本汉字，你有一寡物件会当参考。过来你就会知影讲原来中文毋是咱的祖公就是伊无较厚啦，伊真正无较厚，大家拢差不多啦。你嘛是爱去甲人学啦，吼。过来是一个是，你就算要真正照翻中文，对中文汉字来翻台湾话，你嘛是爱思考过较安尼做。你毋是讲我不管我就看着我就甲翻过来。你可能思考是讲，我感觉中文的即个汉字对咱台湾人对汉字的理解来讲是对的，是正确的。有迄个意思，你就会当安尼用，种。像我有注意到一个问题，毋是问题，一个情形就是日本较进前的时代，因拢会甲外来语词翻做日本的汉字词，毋过因近代拢规旁差不多清一色，拢直接用伊的音翻，用卡那直接落去字。嘛有人讲，咱台湾话嘛当安尼直接用音去音译就好啦，毋免去管迄个字的意思。毋过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我是讲日本人因的日语基础足在的，因无迄种日语会无去的迄种问题，因的日语嘛，就是因的根基有够啦，所以我感觉因近代会当直接讲我就不管啦，我就是全部拢是用音去音译，安尼就好，会使。毋过台湾人台湾话伫后壁即几若十档内底，上煞回应头都有讲着一个无正常消灭，语言无正常消灭的即件代志，头拄单位先生讲的款。我感觉有人嘛有一种讲台湾话会安尼，迄嘛是语言本地就会活会死啊吼，迄是自然演变。毋过我无同意，咱逐个拢知影，迄是因为中华民国教育体制问题，无台湾话袂行到今仔日即种坎站。所以考一认当就是台湾话要正常化，要会当发挥，要会当伫无共的领域拢会当参科学啦、工程啦、现代科技啦，会当参共款安尼徛起，要迄个正常化。我迄阵的我的想法就是，你爱咱家己咱这个人爱做福建，迄个福建的意思是讲，我咧翻译科学工程名词的时阵，我应该爱认真去思考，即个物件原底意义是啥。安尼我伫台湾话内底，即个概念我会当安怎讲，较讲会出迄个台湾人听有诶讲法，即种是上好诶。若真正安怎逼都逼无，较退一步讲，安尼我只好照原文诶音，找台语诶近诶音来做音译。袂当我全部拢清一色甲英文甲德文，全部拢用音来翻，安尼就完全无，就是咱台湾诶话基础就袂增加啦。嘿，先简单讲我过去做一段时间的经验安尼。是。多谢。大家若是有要看宪君相关的 blog， 还是YouTube， 其实就是今仔日即个讲座的宣传文顶头，遐个 link 拢有加伫顶头，网链拢有，大家会当家己去找安尼。对，我有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接线迄个单位先讲到的咱台语的正常化。其实我感觉即个代志，就是我知影毋是逐个人拢有才调，就像宪君伊伫个专业领域顶头，就去翻译，想讲啥物事爱安怎翻译。就咱台湾人，就是像我妈妈有咧办读册会嘛，像也是讲有一寡内部的训练，就是像咱即马比如讲咱的台湾囡仔想要看 Harry Potter，毋过因无台文版会通看。毋过咱像咱
大人想要看一寡经典的，即讲像爱的艺术是即款物件。毋过即马无台湾本会通看，安尼即马欧妈妈内部的做法就会是，你虽然去看，因为阮欧妈像阮即马咧负责咧带囡仔的，伊看有韩文，安尼伊可能就咱去看韩文版，啊我看英文版，啊重点是大家虽然看了后，就是咱会当读册会讨论，安尼咱就是用台湾话讨论啊。就是遐个概念，咱用无共语言吸收了后，上无咱有一群台湾人会当做伙来讨论即个物件的时阵，就是才有效。而且这就是爱靠咱每一个人平常时啊，咱拢会当做，咱拢爱去做，毋是靠中华民国的补助，因为中华民国的补助，逐个人去看，因真正就是拢补助迄寡吹杀台语的活动。毋过，对啊，咱到底想要要吹杀台语，就是咱想要用台湾话生活，甲大家分享。拄啊，润婷讲到读册会，我补充一点，恁毋是即阵啊，甲顶常咧读迄个身体理，还是看好？好，来外科看我哈。对，来我看好，头拄回应头拄迄个翻译的问题，翻译阁有一条路就是紧转去找迄个进前教会系统留落来遐个册，像医学的物件，就迄几本。啊，对内底会当找着足有意思的迄阵的人的用法，因迄阵就是用台湾话，也是可能嘛是用厦门话，嘛有掺着，用迄种话去翻译。我记一个，咱的目睭眼，迄个目睭的神经有无？眼神经，迄阵的人伊用一个字足趣味的，伊的神经是叫神经，神经咱就是日语的汉字来源的款，伊叫做线，伊毋是脑神经，伊是脑线。啊，这做意思伊就是幼啊，所以叫脑线。啊，目睭迄眼脑线，对，就是目睭到大脑迄条眼神经，迄阵的册是安尼翻译的。啊，你当学着即个物件，啊，这个互你大脑愈来愈知影，你迄个记号就会起来啊，你会换动换去迄个记号，啊，你后壁咧想翻译个代志，会个有无共的见解出来。正经诶，而且一定要有人讨论，因为你家己看了翻了，无用真正就是会袂记。嘿，就是我讲迄个自我福建啦。是。啊，因为咱就算咱平时像咱囝台湾，逐个台湾人伫遮平常时生活的语言讲甲足顺的，毋过当着专业语言，咱嘛是会客掉，因为咱无人安尼讲，啊，咱毋知要安怎讲，啊，伫这过程咱若互家己紧去想，对逐个迄个互相有帮助安尼。所以我做反对，直接对中文反过来，我这步是上尾一步，这步是上尾一步。对，所以阮咧读的阵，就会叫医生甲阮做伙读，就是比较即马感觉有人咧用安尼。感觉有，因为咱时间嘛差不多，毋知感觉有。你做一个，你论着你做一个 ending，啊，要留的，较搁继续留，趁人侪时阵做 ending，嘿。好，安尼多谢大家今仔日来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来做伙开讲，啊，咱逐礼拜六暗时10点拢会伫遮聚会，咱台湾人会当做伙来团圆。好，安尼咱今日多谢宪君的分享，带咱做伙来看红仔图嘛，思考咱台湾未来，咱建国迄天，咱建国的前进。